次都给了 A1。你给了他多少第一次？好多第一次哦。例如初吻哦，荧幕初吻间，荧幕初吻给了他，对，人生初吻也，直至今日，人生初吻给了。慢慢靠近 ，Then nothing can be me 决定，我和你的续集就只为你唱，不断重复，快放。走在一恋爱我会撒娇又耍赖，一恋爱我会体贴又关怀，小事也变得浪漫。听冷笑话都能笑到。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想讲一下，就是他常常就是，就算没有喝酒，他没有喝酒，他还是会打电话过来，微笑像有翅膀停不下来，大家来恋爱。A 比较好亲。但是他，第一次都给了 A1。你给了他多少第一次？好多第一次哦。咬耳朵，然后舌头碰鼻子，所以你们听起来什么感觉？他嘴唇，其实他嘴唇硬，像一个章鱼吗？蛤蟆之类的东西。我觉得，所以拍戏的时候才深入。计时开始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能先拿好？太快了。对。哎，怎么输？啊！好，举手就放下哦。好，扣子。哦，这个扣子啊，这裤子本来就不用扣扣子，春夏最免扣设这计。穿搭真的是有点时尚的部分。好，我们几秒？15秒。15秒整。15秒第六，准备好了吗 Ready。好，那我们准备哦，换这一组是我们的张广 CP， 我们开始计时。看来，哪有这样？不可以这样子！等一下，可以颠倒穿吗？可以。先找他过。好了，就举手。好了。够了！哎，晚上吃这个好不好？不要。不是很喜欢吃这个？我刚刚说我要吃炸的。你已经连续礼拜一、礼拜二、礼拜三、礼拜四，闭嘴啊！连霸王都不让我吃。你今天真的那么想吃炸？我刚刚不是跟你讲说我要吃那个？好啦，那我们吃炸的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吃炸。就今天最后一天了。真的、啊？对啊。可是我们昨天好像也这么讲。今天真的最后一天好不好？到底要不要让我吃？好，让你吃。等下点10桶给你吃好不好？那你先按送出。我先订单先送出。这边这一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够了10桶够了。你要吃完哦？真的哦？安娜，我真的点了哦。快点。好了，可以吗？可以哦。
这么容易就被收买了，10桶炸鸡，可以够了。同学。不知道他还记得1年前下雨的那个夜晚吗？妈，我回来了。Happy birthday！ 哇，你收到好多礼物哦。对啊。你看，妈妈帮你外叫了一桌你爱吃的。Love you, mom。看起来好好吃哦。啊，对，我也跟 Justine 老师请假了，今天你就好好享受生日假。爸那边 OK 吗？喂，对，我们已经要出门了，对，这半小时的高铁。好，你先帮我们 hold 一下哈，好。哎，宝宝，你好了没？他们在吹了。That's what I'm paying you for. Get it done. 放你1天假，落后的进度明天自己记得补回来。法文单字回来我会抽考，还有你上次化学考的实在是太差了，帮你换了个老师，认真一点。过了今天，又大了1岁，要更懂事。想当初爸爸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广王，这是爸爸跟妈妈送你的生日礼物。我们会出门几天，你有事情打电话给我。OK。Happy birthday。小蜜姐，我回来了。哎，你回来刚好，你来试试看这味道怎么样？哇，好香哦！哎，今天嘴边为什么剩这么多？特地留给我儿子吃的啦。哇，真的。怎样？成功了吗？成功了吗？怎样？怎么跟爸做的这么像？很像啊。这样以后想他的时候就可以煮啦。去前面吃，走。这是我爸妈特别为我准备的生日大餐哦。大家送给我的生日礼物我都有收到，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份喜悦。我要向爸妈一起去庆祝喽，大家拜拜。生日快乐！人来人往，在门外偷看。
看路哦。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Your face in slow motion. 干嘛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搞什么鬼啊？我配一杯给你好不好？可以出一点吗？好好。不好意思，真的很不好意思。脚踏车。 怪啊！我刚刚明明不在这里。